大家好，我係中原地產山頂南區港島南岸愉景灣及離島區高級資深營業董事何少棠。今日同大家分享2026年上半年山頂南區豪宅租務市場嘅最新動態。今年上半年呢，山頂南區共錄得274宗租賃成交，涉資大約3331.2萬元。雖然成交宗數按年微跌咗約6.8%，但係整體涉及金額卻上升咗約4.7%。啲清楚反映出區內租金呈現出明顯嘅上升趨勢。我哋留意到一個市場現象，隨住息口回落供樓負擔相應減輕，促使唔少原本喺區內租樓嘅具實力客戶決定轉租為買。呢個趨勢自然地分流咗部分原有嘅租賃需求。從租金分佈嘅佔比嚟睇，市場正明顯向中高價租務傾斜。今年上半年月租10萬元以下嘅租賃比例，由去年同期嘅近60%回落至到大約51%。相反，中高檔實力客源表現非常強勁，月租10萬至20萬元以下嘅成交佔比攀升去到37.6%，而月租20萬元或以上嘅超級豪宅租賃佔比更係由舊年嘅6.8%大幅飆升到11.3%。可見大額豪宅嘅租務需求極為強大。當中最矚目嘅租務個案係愉慶園項目，月租高達大約75萬蚊，折合實用尺租大約68蚊。而期內尺租最高嘅成交就係金道9號洋房項目，月租大約66萬蚊，實用尺租仲高達128蚊。可見租賃市場喺高端實力客群嘅強勁支撐底下，依然呈現出極為穩健且持續向上嘅發展態勢。下次分享更多有趣豪宅資訊。